從物質中看到無我。佛教中的三法印，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，涅槃寂靜。當中的無我，要體悟的話，是相當高的精神境界。由於無我是形而上的，所以有不少人窮一生之力也想不通無我這一道理。然而，即使我們在形而上的體悟有困難，上天也開給了我們一條出路，使我們能通過有形有相的世界去體悟無形無相的真理。這個操作是怎樣的呢？是從你的身體開始，是從你是否真的擁有身體開始入手。可能你會認為這個入手方法有點奇怪，因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都會認為自己有一個身體，這個身體是屬於我們自己的。一般的情況底下，我們都活在這種迷惑裏，因為我們被這世界的意識形態洗腦了。所以，如果要清醒起來，我們是需要追溯這個身體的由來，這就是從哪兒來，怎樣維持，以及到哪兒去了。現在這追溯過程要開始了。首先，我們自出娘胎就有個身體，這個身體是從哪裡來呢？是從媽媽來的。那麼，媽媽又是怎樣製造你出來呢？由頭想起的話，由你爸爸開始參與到你成形成胎，都是由食物而來。你父母親所吃的東西，都是形成你身體一切的物質來源。及後你誕生出來，繼續長大，維持，直到老去，都是用食物來形成你的身體，對吧？那麼，食物從何而來？不就是大地嗎？植物從大地中出來，都是吸取了天上的陽光和地上的一切物質來形成的。動物吃植物來成形，也就是吃了地上的物質來成形的。所以你吃了動物和植物而生存，就是吃了天上的陽光和地上的物質而成為你的身體。換言之，你的身體不是你的，是你問天上的太陽和大地之母借來用一用的。用完之後，你要還給大地。當大地毀滅之後，其中的陽光則要還給太虛。如果身體是你的，為何你要還給大地呢？身體來的時候你不知道，身體還給大地時，你一定要還，所以你對這身體是沒有主權的。它來了又變老、失功能，然後又不理你有多想留底，它也要走。身體自由來去，你都不能說不，因為這個身體不屬於你，它只是給出一段身心過程而已。所以，單是看身體的流轉，已經能看見一些諸法無我的痕跡了。所以道教的陰符經說，天地萬物之道，萬物人之道，人萬物之道，天地萬物之道。意思是萬物到天地而來，例如植物到了陽光、泥土和水分而成形和變化。萬物人之道，則是如前所述，人拿了萬物的成分來成形和過人生，而人萬物之道，則是人的一切會一直被萬物導回至生命盡頭，最後又回歸到天地去了。而佛教的圓覺經則說，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種種顛倒，猶如迷人，四方二處，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。其中的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意思是眾生誤認為地、水、火、風所顯現的物質身體為自己，然而事實則是這個身體不是一個自己，所以佛才說妄認。而六塵緣影為自心相，則是指眾生誤認為眼耳鼻舌身意所呈現的是自己的心相，言下之意，這些都不是自己的心相。現象現前，不就等於有個自己，而是沒有一個所謂的自己有這些心相。你們認同嗎？今集講到依度先，如果大家想共弘大道，分享這份功德，就不妨替這部影片給讚、訂閱，或者係在下面留言。只要你有咁樣做，YouTube 的演算法就會將這個頻道的影片推送給更多人，使更多人受惠。多謝。